你懷疑佢傷害自殺啊自己係嘛？冇理由要剝光豬手喎，我輕輕咁樣拍佢就得啦咁樣。你夠唔夠膽啊？你即刻你係沙展喎，我係警司喎，係嘛？咁所以你喺呢個咁嘅職級根本就係荒謬。第二點咧就係、你諗下一個要即係剝衫剝褲嚟搜身，就係、一個警署警長嘅職級就可以決定啦。喂大佬啊，呢、個兒唔兒戲啲啊？你問我，如果嗰個做咗20年警司嗰兩位仁兄話佢嘅警齡裏邊從來冇見過剝衫剝褲搜身嘅，嗱如果佢係真啊，即係好罕有啦。即係嗰4萬單裏邊咧，4萬個拉翻嚟嘅人咧，可能一年啊嚇，嗰4萬裏邊咧可能得幾百個嘅啫，當1% 啦，400個。咁你話如果去授權剝衫剝褲剝埋底褲都可以搜身嘅，係咪最少啊？即係我覺得啦嚇，起碼都警司啊，係嘛？嗱，警司咧就係一間警署最高級嗰個。即係換句話講咧，如果你重案組你警司拉翻嚟，我係北角警署，我又警司。喂，如果你要我去玩佢，喂，我自己都有少少即係顧忌啊嘛，係嘛？同埋我同你職級一樣喎，係嘛？咁我係咪一定要咁樣咧？因為同我冇關，我 holding centre 嘅啫嘛，係嘛？即係你驚動到佢，咁所以咧，起碼個職級咧就一定高啲。第二，我哋就問，可唔可以咧？如果嗰個當事人啊，佢要求之下，係可以錄影之下剝衫剝褲搜身咧咁？嗱，你記住喎，係嗰個當事人同意喎，佢要求喎，政府都話唔得。佢話點解咧？佢話咧呢個咧我哋冇啲咁嘅制度嘅。但係你記住，如果你落口供係講得好嚴重嘅案情咧，其實而家我哋每間警署咧都有錄影嘅設施嘅。換句話講咧，佢驚你到時話佢苦打成招嘛，為咗佢嘅利益咧，佢就錄影喎。但係為咗保障你嘅利益，即係如果你要求咧，佢話唔可以錄影喎。咁我唔知佢即係咩層次啦。所以到依家咧，其實咧嗰個新嘅指引咧，我哋立法會嗰個小組咧係唔接受呢個指引嘅，係打回頭嘅，係要求下一屆咧係再研究嘅。係好，下一屆點樣樣咧？我哋唔知道。不過咧，跟住落嚟咧，呢啲時間點樣樣咧，就靠大家啦。我哋台下好多朋友聽到之後有啲意見嘅，我哋有啲同事會幫手咧，遞下啲咪嚇。各位朋友啊，各位朋友，係找緊時間。咁可以嘅話咧，就將個意見講得簡單啲好唔好啊？精簡啲。我叫施華芬啊。咁其實咧我亦都可以咧見證到咧，就係黃浩然咧呢一班朋友咧，佢哋嘅行動咧係基本上咧就係話習慣咗咧，就係已經預備咗冇抗拒。我話任得你拖，任得你拉，唔會同你打，唔會同你爭奪，唔會同你係抗拒呢一種咁嘅行動嘅。佢哋咧預早咧已經係有咗咁嘅心理準備，我亦都見證過㗎嚇。咁我而家最認同阿黃浩然講嗰一句説話咧，就係話而家個濫權嗰個情形咧，我哋將曾蔭權同老懵懂嘅時間去比較，你會發覺咧係最近咧係比老懵懂嗰時嚴重咗好多嘅。咁嗰個言論自由嚟講咧，比老懵懂嗰時間咧係收窄咗好多嘅。咁喺呢一方面咧，我有少少要怪責涂謹申議員啦。你係立法會議員，你亦都係律師，你應該好清楚。基本法裏邊第8條，佢講咗話香港嘅法律咧係要以普通法、衡平法去進行噶嘛。而家嘅普通法有冇啊？冇晒㗎啦。而家有冇一個叫做衡平法，即係話你侵權、你濫權，你就應該要受翻制裁？完全冇嘅。倒翻轉頭咧就係話，我唔理事實，我唔理你咩嘢，總之我淨係跟個程序做。嗱，而家就係曾蔭權呢一個情況嗰個出現，導致到係好多事情咧係歪曲嘅出現。咁我就想問啦，涂謹申議員點解你喺立法會唔去制衡翻曾蔭權？你跟住個基本法，你要依法施政。咩叫依法施政啊？佢完全係離開咗依法施政呢個藍籌，係咪？好啦，再講翻23條。23條老實講句，對我哋一般嘅普通嘅市民，就算對法輪功啦，你有100個、200個，走去話我反乜天誅乜有冇用啊？冇任何作用嘅。但倒翻轉嚟一個小圈子，曾蔭權嗰個小圈子裏邊，佢話我要作反啊！你估有冇用啊？有用。
但呢一種作反之後有用之下呢，就係有冇一個程序，有冇一個權力或者係架構去制衡翻阿曾蔭權呢啲咁嘅作反濫權呢啲程序呢？係完全冇嘅。所以曾蔭權係我係為所欲為。阿吳靄儀都講，佢你而家好似土皇帝，佢根本上唔止土皇帝，佢係土霸。而家佢係嗱，而家有冇權衡一個咁嘅架構？有冇一個咁嘅制度去制衡翻曾蔭權呢？係冇嘅。就算乎中央啊，見到佢啊，佢係土霸都奈佢唔何。咁呢樣嘢呢，我又好怪責一啲立法會議員，點解你哋唔將佢撥亂反正？23條唔係針對普通市民，而係針對一啲有公權力嘅人士，特別係一啲小圈子，特別係嗰啲3司12局同埋個特首。當佢係濫權嘅時間，我哋用啲咩嘢去制衡佢呢？好，唔該晒。由警權咧講到23條啦，呢個都係我哋即係一直嘅關心。好，有冇我知道找緊時間，我話2分鐘、3分鐘分享下意見。住可能會嘥多少少時間，或者對住即係2分鐘。我明白，我會盡簡。或者咁多位市民今日企得喺度去聽呢個 talk， 或者可能睇到sorry 提一提我姓李嘅，我姓李。咁或者係會覺得係社會人士先會受到咁嘅對待嘅啫。我可以話俾你聽，正正而家企喺度講緊嘅呢個活生生嘅例子，就係一個普通市民有正當職業，亦都冇不良嗜好、冇其他不良行為嘅情況之下，俾差人運用警權去誣蔑去做一啲有刑事法嘅行為，而後尾亦都告得入。喺法庭上面做假口供告得入之餘，仲要留咗案底守根行為。我而家本身係守緊12個月嘅感化令嘅，但係點解會咁？就係因為2月頭嘅時候，因為有一啲事我自己諗唔通，我想自殺。咁後尾有差人到場，結果喺冇任何目擊證人嘅情況之下，我被差人無理拘捕咗之餘，為一方面做嘢，佢哋無理咗拘捕我。好啦，到之後3個月，2月到5月正式起訴，先至正式起訴。期間不斷咁樣去報道啊成啦，佢哋就捏造咗一啲口供，係將一啲我冇做過嘅嘢去做過，話我做過，然之後喺庭上面係大模斯樣咁樣將佢哋嘅口供、佢哋嘅假口供講出嚟，然之後呢個無辜嘅市民就係咁樣俾人入咗罪，留咗案底。試問警權呢樣嘢係點樣嘅呢？或者對於差人嚟講，或者我亦都要澄清一樣嘢。我相信差人係有好嘅差人嘅，警權係對於執法者嚟講係一定需要嘅，因為始終如果冇警權嘅話，對於一啲真係犯案嘅人，佢哋係冇能力去打壓。我亦都相信佢呢個係佢哋最後嘅武器，但係有武器之餘，亦都視乎揸住武器嘅人係點用，佢嘅心態係正定係邪。如果執住呢個武器嘅人係邪嘅時候，亦都會有一啲無辜嘅人係受害，甚至乎死嘅。明白，唔該晒李先生。我當然就係我哋關心，即係我諗唔係淨係關心社會運動嘅朋友，係關心係普羅市民，即係正如李先生一樣。好，有意見唔該。先係佢跟住嚟好嘛？我講少少係因為其實頭先個問題嚟講咧，譬如兩方面可以都係要係針對，一方面有政府點濫權，即係會覺得呢班人好麻煩咁樣嘅；另一方面就來自個警隊咁樣嚇，即係會針對翻個警隊個問題。因為其實香港其實唔同行業嚟講咧，嗰時候嗰個職業本身啊，都係自我監督個好重要嘅一個群體嚟㗎。例如律師、例如醫生，佢都會係監督翻自己內部裏邊有啲咩人係犯咗事有啲唔啱咁樣咧，從而係作出一啲處罰嘅警告咁樣嘅。嗰個程度上嚟講，香港警察點解冇呢樣嘢？呢個內部機制咧咁樣，即係譬如睇翻譬如外國，譬如台灣咁樣，都有啲嘅警方嗰啲嘅討論網咁樣啦，都會係啲警察會討論翻其實你落啲一啲問題啊，一啲係警方嘅問題咁樣。不過香港嚟講，譬如個警察網頁嚟講咧，都係講一啲好即係冇乜好邊陲啊，啲可能買乜嘢啊，即係購物嗰啲嘅情報交換咁樣。即係其實如何令到香港警隊本身嚟講有一個比較好啲嘅一個係溝通機制，令到可以譬如透過網上其他方法嚟講，將佢即係見聞啊，或者見到啲上司可能係濫權嘅問題咧，將佢暴露出嚟咁樣。我呢個一個係幾好嘅制衡嘅一個方法咯。有一個新嘅建議，警方點樣可以自我監察、自我完善咧嚇？